係116頁，1、2、3。金光明經受記品第14。爾時如來將欲為是信上菩薩及其二子銀相銀光，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是時即有10千天子，威德次王而為上首，驅從忉利，來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卻坐一面。爾時佛告信上菩薩：汝於來世，過無量無邊百千萬億不可稱計那由他劫，今照世界，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號金寶蓋山王如來，應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逝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世尊。乃至是佛般涅槃後，正法像法皆滅盡矣。長子銀相，當於是界，賜寶佛處，世界已時轉明正藏。佛名閻浮檀，金幢光照明如來，應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逝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世尊。乃至是佛般涅槃後，正法像法悉滅盡矣。賜子銀光，復於是後，賜寶佛處，世界名字如本不異。佛號曰金光照如來，應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逝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世尊。是10千天子，聞三大士得受記別，復聞如是金光明經，聞已歡喜，生欣重心，心無垢慮如淨琉璃，清淨無礙猶如虛空。爾時如來知是10千天子，善根成熟，即便與受菩提道記。汝等天子，於當來世，過阿僧祇百千萬億那由他劫，於是世界，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窮共一家，一姓，一名。號曰青目優鉢羅花香山如來，應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逝世間解，無上士，
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世尊。如是次第出現於世，凡10000佛。爾時道場菩提樹神明等增益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是10千天子，於忉利宮為聽法故來擇此。云何如來？便與受記：世尊，我未曾聞是諸天子修行具足6波羅蜜，亦未曾聞捨於手足，頭目隨老，所愛妻子，財寶穀帛，金銀琉璃，硨磲瑪瑙，珍珠珊瑚，駝貝碧玉，金贊飲食，衣服臥具，病獸醫藥，象馬車乘，殿堂屋宅，園林泉池，奴婢僕使，如無量百千菩薩，以種種資生供養之具，恭敬供養過去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等諸佛。世尊，如是菩薩於未來世，亦捨無量所寵之物，頭目隨老，所愛妻子，財寶穀帛，乃至僕使，次第修行，成就具足6波羅蜜。成就是以備修苦行，誦經無量無邊劫數，然後方得受菩提記。世尊，是天子等何因何緣，修行何等勝妙善根，從彼天來，暫得聞法，便得受記。唯願世尊為我解說，斷我疑網。爾時佛告樹神：善女天，皆有因緣，有妙善根，以隨相修。何以故？爾是天子於所住處，捨五欲樂，故來聽是金光明經。既聞法已，於是經中淨心欣頌，如說修行。復得聞此3大菩薩受於記別，亦以過去本昔發心誓願因緣，是故我今皆予受記。於未來世，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